请想看阿母的愿望。人生的路无。好啊啦，你袂晓呀？我你袂晓，大家走啊！来，接着，你谁啊？我讲，来，三碗鱼仔汤，来，鱼丸汤3碗，来，阿公，你份早实说三碗。来，你份早3碗，扑个，你面讲的是几工？哦，这届扑个你叫了上真足，我跟你讲，阮表演一礼拜，要唔过明仔载就爱回去啊。安尼，最近两件，无你小姐吼，随来啦，好，来，我做了干呢啊。啊，你是咧创啥啦？头手吃饭，这个真透早洗到即马。你啊，你洗工会好，互人客吃？无我开卖说来，遐有人摕来吼，我跟你讲吼，你即马去捧3碗米粉炒，佮3碗鱼丸汤互人客，哈，有听无？我咧讲话你是有咧听无啦？我甲你讲，即个碗卖洗，囥下去捧互人食，你是创啥啦？你请你请我有影。哎，米来啊！大家吃，大家吃。大，你哪吃嘞？先生。你别走！别走！先生，你这样看能不能走啦？我对恁大家作死的，我即摆有拢无面人见恁啦。金赛，啊你出代志，哪拢无想讲要找阮这老朋友？我甲俊良啊，害恁大家了遐济钱，我等于都想要恁拍死啊哥。大，你哪咧讲咧？就总讲我甲你拍钱，敢讲安尼就摕钱哦？大，这无可能的代志嘛。是啦，其实公爹伊讲了无毋对，代志过都过去啊，过来过去嘛无法度解决问题，对无？金赛，啊你这阵仔拢咧创啥？我拢四界流浪啦，上计哦，嘛做者小工尔。其实安尼嘛毋是办法啦。啊，那我大，就是过一工算一工啊。无安尼啦，到阮来阮团的好无？会使，你以后全带遮。啊，咧搬戏的时阵哦，你有写起福签的，做一下布景，伊人搬线，物件到互搬。安尼你嘛有一个安心的所在。但是我来讲哦，对戏摆咱走来走去是真艰苦呢。大伯姐啊，你肯收留我足感激的。我真正就要来甲你讲啊，大伯姐。人要讲哦，人无千年好，花无百年红。但是你千万哦，唔生一个知无？大伯姐啊，多谢你啊，多谢你啦。阿爸，阿爸，你是甲咱迄班当做收入素食？你前摆讲过，讲即摆看戏的人愈来愈少啊，再讲咱做歌戏的哦，计上嘛愈来愈少啊。你即摆了，遮侪人拢在这食饭，咱要哪拍会开啦？你敢点呢？而咱人唔要再吃点点啦。你来看，多一个小姐偌食，你若满意的水产之饭，秋萍啊，即摆就当咧表演啦，搁收人真软言，公嘛到做人去，你来看，多一个小姐偌食。伊咧，咱包头有较早加伊一个心。你点袂好无？大伯姐啊，来讲了无唔对啦，我其实当遮哦是加拖累你呢。无，我即摆来走啦。来来，不快，你来。我是团主，我上大，我讲话算话，你做咩人诶？大伯姐，多谢你啦，多谢你啦。阿爸，你哪在跟我听？你啦。多谢你啦，多谢你啦。我，安尼就放心会使大落呀。我啦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会使，给豆汤啦。请记记者啊！阿姨啊，多谢你啦！我对恁哦是有够歹势，是的啦，是的啦。过去的代志唔免搁讲啊啦。
你敢有拄到俊言啊？我甲俊明啊，足久都无联络啊。今日哦，代志发生遐尔大哦，上大责任哦，就是我啦。我当时哦，也莫为着迄查某哦，受伤进迄个张心怡哦，我今日哦，都袂。张心怡是毋是来我厝迄个？对啊，阿妈伊啊，我你查某心肝乱硬，你知影无？伊哦，伊咧想办法咯，要接近我甲俊明啊，迄拢有目的的啦。这头家吼，我咧应答哦，迄头哦，头领遐钱，你知影无？人就会讲哦，知面不知心，迄查某囡仔人心肝来遮凶。阿妈伊啊，我哦伫外口咧做小工哦，我最主要目的哦，就是要断迄个张心怡遐断个掉下袂啦。我是安怎讲我断着哦，我到知影哦，找着迄无哦，伊个头家叫做抓晒你啦。放心啦，天公伯拆路人，早晚让你找着，吼。天公伯啊，你着保庇，你着有目睭啦，保庇我赶紧哦，找着迄个毋正囝，伊个抓晒的啦吼。郑言，你安尼写啥啊？我俩先水，这是要补贴我住伫这厝水甲水电，我袂当定来搅扰你。你若着较客气，咱是朋友，敢毋是咧？咱当然嘛是朋友。伫我上解困难时阵，你甲我斗相共，这份情我永远都袂甲放袂去。郑言，你莫安尼啦。我这是搬出去外口住，咱嘛是爱搁用定来见面。毋是，我感觉毋是安尼。我知影你若离开了，无可能搁转来。也毋过我无想要做一个定来共剩饭手食软饭的人。伫我上解上需要人斗相共的时阵，你甲我斗相共，我真感谢你。有一段日子我受真济，我一定要搁坚强重新爬起来，安才袂辜负所有当初信任我、佮鼓励我的就算讲是安尼，你嘛无一定爱搬出去啊。俊阳，你也看，我要遐尔济菜，这拢是你爱食的，我准备要煮火锅呢。你对我好，也毋过。也毋过，你永远无法度甲钞票放袂记。莫安尼啦，这你毋是早就知啊。你讲了无毋对，这我早就知影。我早就知影你爱的人是钞票，你无法度佮接受任何人的感情。但我即摆是咧哭啥？我应该爱替你欢喜，我应该爱祝福你，甲钞票会当早一日结婚。我应该爱祝福你，毋对。对钞票的感情，永远都袂变。对钞票，是不是会搁甲以前同款来对待我？一点仔把握都无。是
心怡，这人通放袂记我的一生一世，我也记在心内。张心怡，张心怡，张心怡，你别走！你后头害我拄一小命，你知无？你别走！张心怡，你给我出来！你走袂去啊？我已经找到你的，你给我出来！张心怡！春英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我是迄个蔡有贵害，利用我了，就一脚把我踢开，无遐尼简单的代志，我一定要找你报仇。是你，你敢搞我抬？我啥人唔敢？细错，你利用我，把公司钱拢看后走，害遐尼侪人凄惨落魄。惨我你嘛唔帮我算，你啥太阳啊？是你目睭爬无紧，你要怪什么人？你甲我当作潘，无代无志，我买蒜椒厝互你，你若无孝摊，我哪有机会着我心意？你嘛往行借款嘛，要怪怪你家己的。你不是人，我要跟你拼！你要来创啥你啊？哈？你要创啥你啊？小查某，我见过你，后摆莫互我拄着，啊无我甲你骹手剁剁，等你害死。阿仔，行。蔡有贵，你有病诶！你有病诶！我病，我是倒位做唔对，我是倒位做唔对，你靠病啊！所以，恁女朋友去赶便当来呢，真好命呢。你确定你无看唔对？真正是张心怡。袂有唔对啦，伊就算讲小做夫吼，我同款会认的。所以你要求调去开卡车，就是想讲四界买送货，才会当拄到伊。我会对唔？我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安尼，你敢会想煞去看秋萍？其实，休困一下啦，你还无规矩，这嘛是我应该要做的啊。我准备吼，等遮干那白食无要做啊。会使，啊，但迄人讲话啊有随无心啦，你莫甲伊话囥在心肝内。我来讲话嘛无唔对啊，
我搭遮吼是加增加恁的负担尔啊。莫想遐济啦，来啦，坐啦坐啦。啥物人哦，都有需要人搭把手的时阵啦，相拄会着啦，啥物人要笑啥啦，你免歹势啦。来顺啊，多谢你甲我鼓励。我讲的是真心话。阿顺啊，你是有心事呢？其实，你敢知俊英伫什么所在？无啊，啊你来临是要找俊英啊？嘿嘿，我知影，你是不是为了手片啊？这人通放袂，我也记在心内。俊英，你回来啊？阿宽，你哪来啦？生日快乐！今日是我生日哦。是啊，你袂记啊？我真是袂记啊！来恁坐咧。哦，无简单，去啊，我来舞跳，探听规波甲我探听出来。你讲哦，老对入来倒手背。走对啊！阿哥搞完嘞！阿哥搞完嘞，帮他跳，你比咱们报过来对。比赛，比赛，比赛，你也来接了。俊玲，俊玲，俊玲，这是你哦！比赛，俊玲啊！但你今晚是黑白讲啥啦？俊玲，这是阿官。无啦，嘿，阿官，嘿，大家好快啊哈！比赛，俊玲。你答应，找着阿官哦，一定会找着你的。比赛，啊你总人来找我，有代志了？你讲代志若想要见我？俊玲，好，咱今日个煮了好食就叫，这啥物哈？阿官呐，是什么无？等你想去倒位去啦？阿官已经照顾我。我甲伊是朋友尔，真死了！我骗你要创啥？来，顺到底是我要创啥啦？比赛，比赛！我讲你讲有创啥？哎呀，你来啦！来，啉者啉者，吞来袂？哦，你去啊！阿廖喂。哦，咱见识呢哈，嘿，俊玲，咱讲真诶呢，好甲在呢，这见识哦，会咧张心，即较错当的吼，迄完全我就无食过，你敢知影？宋俊玲，啊，你有拄着因啊无？错当然我是找无啦，不过有一摆是落我看到张心伊。好啦。